来练习今天的回应诗简选。你十字架的大能，总加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弟兄姐妹平安。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创造天地，他施怜悯，行医治。让我们一同站立，用最喜乐的心歌颂赞美万军之耶和华。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不将云彩当遮盖，夜间使火光照。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在干旱之中使水流成河。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命令狂风止息，那波浪就平静。耶和华已经为我们行了大事，他张开双手，我们就得保住。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他必带领选民欢呼相
将列国的地赐给我们，我们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我们要歌颂，要欢呼，诉说他的作为。我们依靠神，就能施展大能。将一切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神，归给我们在天上至高全能的上帝。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感谢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带给我们宝贵的生命，带给我们丰盛和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开始的神那丰盛的慈爱，借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个世界上因着你宝贵的存在，真是带给我们极大无比的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接受那丰盛的慈爱。创世之前开始的神那丰盛的慈爱，借着我们的相遇结出了果子，在这个世界上因着你宝贵的存在，真是带给我们极大无比的喜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我感谢你，我从来没有发觉到，在你眼里我是何等的宝贵。从太初直到如今，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是何
谢你，你让我感受到这伟大的爱。主已安排你在我生命里，以主耶稣基督的爱更多来服侍你。我也愿向世界传扬神的爱。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你是为了被神疼爱，来到这世上传扬这份爱，在主奇妙计划里将你栽种在这地，期待你结出美丽的果子。你是为了接受主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你是为了接受主爱被拣选的人，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现在仍然接受那丰盛的慈爱。我们一同祷告，在主的面前，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主啊，感谢我们的上帝，不是我们先爱你，乃是你先爱我们。在我们还未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已经晓得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你宝贵的儿女，拣选我们成为你最珍贵的器皿。虽然这个世界有许多的苦难，我们常常落在自己身体的病痛中，或是心灵忧伤捆绑。主啊，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你救赎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叫我们得医治，释放我们，叫我们心灵得自由，得平安。主啊，孩子在你面前恳求，愿你赐给我们的平安，也赐给全世界在那有困难、有痛苦每个角落当中。主啊，我们愿你的名在世界各处得高举。礼拜的开始，我们献上敬拜，求主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一起来攻读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第1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第2节，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第3节，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以上。接下来，我们今天是柯祖同牧师要为我们证道，他的题目是化忧愁为喜乐，化忧愁为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请跟我说哈利路亚，说3次预备，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刚刚第一堂主日崇拜，他们的年龄都比较高一点，但是我们这一场的礼拜都是年轻人，所以我们求神来祝福我们，用喜乐平安的心来敬拜神，来接受神的祝福。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来敬拜你、服侍你，来听听神的话。主啊，求你这时候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打开我们的心门。现在单单仰望主你的荣光进到我们的心里面。主你施恩的宝座前，让我们单单仰望你的荣耀，单单倾听神你要对我们说话。求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空空的来，能够饱足的回去，饱足神的祝福，饱足神的恩典，饱足神的喜乐。主啊，求主你这时候与我们同在，祝我们的敬拜，恳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个国小的校长分享他一生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当学校足球比赛在训练的时候，一个女学生跌倒，不小心手摔断了，刚好是她的什么手呢？右手。在等待救护车要将她送去医院急救的时候，她叫同学拿纸跟笔给她。同学就好奇地问她：哎呦，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拿纸跟笔要做什么？他表示：你们有所不知，我的右手既然断了，我应该赶快训练自己用哪只手写字？左手写字。各位，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一个问题：虽然摔断一只手，却没有摔断这位小朋友的信心、勇气跟喜乐。可见心情是你可以掌握的，因为主耶稣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证明面对逆境，基督徒可以不忧愁，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今天的敬拜，我们要借着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到第3节，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个题目：化忧愁为喜乐。请跟我讲一次，来，化忧愁为喜乐。恳求神来帮助你，在面对这个充满逆境、挫折、压力的环境，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灵命成熟、健康、喜乐的基督徒。要如何化忧愁为喜乐？3个原则。第一，信任主是永活的神。约翰卫斯理说，除了来自上帝以外，喜乐是不会存在的。证明离开上帝，你就没有真正的喜乐可言。可见神告诉你要如何化忧愁为喜乐。首先，你要信任主是永活的真神上帝。记在哪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请注意，你们信神也当信我是什么意思？在描写信这个字，是指信入，在强调主观经历上的信，而不是客观道理上的信。这里将上帝跟我相提并论，暗示基督乃是那无所不在的神，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明白吗？另外，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坦白说，在当时的环境，在当时的那一刻，最该忧愁的是谁？主耶稣啊，对不对？但是他反过来用许多甘甜的话来安慰他的门徒，证明神的话在指引我们一条免于忧愁的道路，就是应当信入上帝，信入基督。我们唯有常生在神，常生在基督里面，才能免受忧愁的攻击。请记住，信心乃是我们解除忧伤之心的特效药。不过我们可能会好奇，心里一定有千千万万个疑问。主的门徒在忧愁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主的门徒有什么好忧愁的，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告诉他们，不久主耶稣就怎样？主耶稣就怎样？要离开世上啊！因此他们就怎样？忧愁烦恼。主耶稣要离开我们了，他们好伤心忧愁。但是主耶稣在门徒最伤心的时候，却安慰他们怎样？不要忧愁，叫他们要确信主是永活的上帝，必定永远跟他们同在。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对重大的逆境、挫折、失败，主耶稣为何叫我们不可忧愁？因为你若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你会认为主的受难，你会为主的受难来痛苦忧愁吗？你若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你会认为主已经死了，担心自己是孤儿吗？你若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你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最不幸的人吗？绝对不可能。就好像有一个青年，他献身到非洲传道宣教，出发的时候呢，不小心跌落月台，不幸呢被火车撞上，撞断一只脚。但是这件意外并没有改变他宣教的决心。他撞了一只之后，又前往非洲。当地食人族的黑人发现，他的皮肤呢白嫩光滑，哇，这下赚到了，保证香又甜又好吃。不久，哇，就很多黑人将他团团围住，结果他非但不紧张，反而就拿一根刀子，当场就削一截一只丢给他们吃。他们吃了都感觉好不好吃？原来白人的肉有够难吃，当然难吃啊！他的肉是什么肉？是塑胶的啊！也有可能是木头的哦，义肢哈，他那个是义肢。最后他们想到，哇，他的肉那么难吃，就不想再伤害他的生命。最后这位青年才明白，原来神是借着他的义肢来保全他的生命。各位，这个故事在提醒我们一个功课，就是你应该学会每一天对自己说，今天不论遇到什么样的环境，我都要100%的信任神，我要100%的信任神。阿们。还有义人约伯的遭遇也是很好的见证。虽然神让他家破人亡，
他的财产一天当中全没了。他本来是家财万贯哦，很有钱哦，一天所有的财产没了。还有呢，他的儿女一天全部没了，全没了，家破人亡。但是他没有忧愁，仍然信任上帝说，约伯记第1章第21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名应当称颂的。请注意，说苦难、说失败、说不幸，他是第一名可以跳出来说他是大大的忧愁。不过他没有这么做，可见好不好？今天求圣灵来帮助你，提醒你，如果你愿意采取信任主是永活的上帝这种坚定无比的信心，你必定可以经历化忧愁为喜乐的幸福人生。第二点，信任上帝的安排。跟旁边的人说，信任上帝的安排，信任上帝的安排。要如何化忧愁为喜乐？继续，你要信任上帝的安排。记在哪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约翰福音第14章第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请注意哦，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是什么意思？在描写我父的家。我父的家就是神的什么地方？神的殿，神居住的，神的居所。神不但是住在天上，他也是与基督互为居所。父神在地上原本只以基督的身体成为他居住的殿，但是借着主的死又复活，基督属灵的身体已经怎样被建立起来。现在借着团体来说，教会就是神的什么地方？教会是神的什么地方？教会是神的殿，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但是就个别个人的信徒来说，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也是神的什么？我们的身体是神的什么？神的殿，也是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样在父神的家里就有什么？许多的住处。我们的神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另外，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是什么意思？在描写主耶稣的去，是指借着他肉身的死离开了谁？离开了他的门徒。预备表示需要一段时间。实际上主耶稣是在死后第3天复活的，可见主的死又复活乃是为我们信徒预备地方的必要过程。所以今天的福音告诉我们，主耶稣如何教导门徒不要忧愁，就是安慰他们，提醒他们千万不要认为主为世人受苦受难升天以后就永远不会再回来，绝对不会。其实主耶稣先去天堂的目的是要为得救的信徒安排天堂的住家。可见主的重点在叮咛门徒，不论前面的道路是如何的变化崎岖难走，只要你肯信任独一真神上帝的安排，你就可以化忧愁为喜乐。但是我们或许会不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会强调，只要你肯信任神的预备，信任神的安排，就可以不必忧愁。因为我们发现，要相信主是永活独一的神，好像比较简单。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相信独一真神比较简单，对不对？不信请看很多异教徒。什么是异教徒？就是他不是信耶稣的，不是信基督教的，就是异教徒。很多异教徒他们会诚心诚意的宣告，关公、妈祖、王爷这些所有的神都是他们的什么？佛菩萨、活神仙，对不对？
我们是相信独一真神，那异教徒嘞，他们是全部都是神哦，很多神哦，数不完的神哦。可见信主是永活独一的神是一回事，但是信任上帝的安排呢，又是另外一回事，明白吗？举例来说，如果神今天叫你生重病，婚姻不美满，家里不平安，你肯接受神的安排吗？你肯吗？我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相信，若是福音朋友呢，异教徒呢，10个有9个会从台湾头拜到哪里？拜到台湾尾，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让他们平安的神。他们绝对不可能只有相信一个神明的安排，你说对不对？所以今天耶稣提醒你，如果你不信任独一真神上帝的安排，又烦恼东烦恼西，你就会像门徒、像福音朋友，仍然过着忧愁痛苦、没有平安的日子。就好像有一间教会的诗班，每逢礼拜六晚上7点半，大家都会来教会集合练诗歌。但是那一天，牧师要出门的时候，发现女儿的衣服脏了，就因为换衣服迟到了。也有一个高中生，因为做功课耽搁几分钟才出发。平常呢，他是最准时出发，都是最准时第一个到的啊。还有一对姐妹，因为开车来教会，汽车故障，也没办法准时出席。结果因为种种的原因，那一天晚上所有的团员都怎样？都迟到了。请问这是偶然的现象吗？当然不是，是上帝奇妙的安排。就在那天晚上7点25分，教会因为瓦斯漏气发生意外爆炸。当私奔的团员后来一个一个陆续赶到教会，他们的生命都得着平安。各位，你说这是巧合吗？不是，这是上帝的安排。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再提醒大家一次，这是一件神迹，因为上帝的安排，众人才有平安。可见每一个爱主信主的人都应该谨记在心，只有信任上帝的安排，才有真正的喜乐跟平安。我要再次见证，在2年前的这个时候，上帝安排我在我的身上得到几个癌症，你们知道吗？得到一个已经不简单了，对不对？我得到，注意听哦，攝護腺癌、膀胱癌、大肠癌、直肠癌、淋巴癌，几个癌？5个癌，5个癌症，不得了了！得到一种癌已经不简单了，我得到5等奖呢，5种癌症哎，不是第1期的，不是第2期的，是哪一期？最后1期，第4期。医生说你还剩下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这是2年前的事情哦。上帝的安排让我得到5种癌症，结果癌症太厉害了，我全身非常的不舒服，我的不能排尿，不能排大便，所以我的大肠呢，因为不能排泄了哈，所以我大肠必须在我的肚子这边这里挖开，装一个人工肛门、人工造口。神的安排让我在这里有一根刺，像保罗，你知道吗？保罗身上也有一根刺，我现在随时随地这边都有一个疤痕啊。我这里装一个人工造口、人工肛门，哇！你们有没有听过人在这边装一个人工肛门的？有没有看过？啊？我跟你讲，我不是看过，我就经历到了这个地方。神的安排让我你知道吗？这个人工造口肛门在这里，我睡觉的时候不能怎样？因为你一动的话，它那个造口会迸裂，它那个你那个
消化的大肠、小肠啊，小肠、大肠，他在排泄，他不会跟你讲的，懂吗？他很自然的就，所以你要很小心哦，不然的话，万一这个地方就会爆开。你看，神安排让我得到5种癌，这边还有一个人工造口，但是，在1年前的这个时候，我这个地方怎样？人工造口封起来了，肛门这个人工肛门大肠缝合起来了。为什么缝合起来？因为我全部的癌症怎样都得医治了，健康了，所以我大肠才可以缝合起来。你看到没有？神的安排。现在如果我看到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得到癌症的哦，如果他心里不平安，如果很烦恼忧愁的，我都会鼓励他们。上帝也是安排我怎样，曾经死于忧患过啊！我全身那时候真的是5种癌症，其实还有我大肠一开下去装一个人工肛门发现我的小肠怎样，小肠也有啦。医生特别叫牧师娘去看，你看不是5种癌还有再加一个小肠我现在只是4舍5入而已，我说5个就好了。神的安排让我经历到人生最大的一个逆境、挫折、失败，但是神让我这时候站在我们弟兄姐妹面前来见证神的慈爱跟恩典。原来神让我安排我这样的一个遭遇，是要让我在你们的面前见证神的慈爱跟恩典。不要忧愁，我们的神是阿爸父神，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我们跟神求告、求医治，他必医治我们平安喜乐。阿们。求神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不要怀疑上帝的安排。神的安排都是最美好的，要让我们在他的道路当中经历到主的恩典跟祝福。阿们。第3点，信任上帝的吩咐。要如何化忧愁为喜乐？最后你要信任上帝的吩咐。记在哪里？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14章第3节。14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请。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到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请注意，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是什么意思？在描写主耶稣的去，乃是为着他的什么来？对，在主肉身里的主耶稣必须去，在灵里的基督才能来。主耶稣的去是为着成功救赎，那基督的来呢，是为了赏赐新的生命。另外，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在描写主在灵里临到信徒，乃是要将信徒都迎接到他自己里面，但他自己乃是在父神里面，因此信徒在主里面也就被带到哪里？带到父神里面。可见神的话在强调，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就是在提醒我们，吩咐我们，哪里有主的同在，哪里就是天堂。信徒只要有主同在，便可以享受在地如天。我们信徒若真是与主一同在天上，我们就应当有属天的眼光、属天的生活、属天的言语，而不至于被世上的事物所辖制。因为人最大的安慰就是与他所爱的同住。信徒最大的安慰就是能与那爱我们的主同住。所以今天的福音提醒我们，主耶稣为何叫门徒不要忧愁？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告诉他们主必再来。所以很明显，主耶稣在教导门徒，只要愿意100%的信任神的吩咐，就可以不必忧愁。因为主耶稣荣耀在临的时刻，主必凯旋而归，凯旋而来，他的子民必被主耶稣迎接到天家。不过说比较简单，做比较困难。不信
你左右观察弟兄姐妹的表情，你会吓一跳。按理说，今天我们来做礼拜，是充满喜乐平安，对不对？但是我发现，我不是说你们哦，你们不要误会啊。我发现有基督徒哦来做礼拜，真的，我真的常常发现有基督徒来做礼拜，他的脸是怎样？永远糟糕，很奇怪，他的脸都没有任何的笑容。唱诗歌呢，刚刚敬拜赞美有没有？我们喜乐的唱，赞美的唱，但是他唱诗歌都无心，祷告无力，做礼拜更是不快乐。哇，好像上帝欠你多少？1亿万？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对，我要告诉你，因为很多人根本不信任上帝的吩咐，一直忧愁。你说可怕不可怕？我们对别人说我是信耶稣，我是爱耶稣的，结果你每天忧愁过日子，有谁还敢来信耶稣？岂不是忧上加忧，愁上加愁，苦上加苦？所以今天神的话要帮助你，神的话要帮助你。现在你忧愁不快乐吗？请记住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3节，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3节，保罗说，我们一起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注意看，神是不会失去信用的。不信请看马可福音第2章第11节，主对那位被4个朋友抬来的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各位，这个摊子原本可以说，你要为那是我办不到的啦，怎么可能？我是摊子呢，我躺在那里，你叫我站起来，还叫我把那个褥子拿回家，根本就怎样？这根本就是骗笑，哪有可能？你叫我起来我就起来，那是我办不到的事情。但是他没有这样哦，他信任上帝的吩咐，对不对？神迹果然发生了，他真的站起来，恢复健康了。可见在人是不能，在神怎样？凡事都能。这句话是可信的，只要你愿意信任神的吩咐，很多困难是可以解决的。还有一次是真实的见证，我跟朋友去台中最豪华的饭店金华酒店吃饭。我们台北好像也有金华酒店，对不对？这是台中的。因为机会难得，费用又那么贵，所以难得吃到这种buffet最贵的，所以我就怎么吃？努力吃，拼命吃，一直吃，希望可以这样吃什么？吃够本的。难得吃那么贵，一天一餐要抵3餐，一直吃。结果回家之后觉得肚子怎样？怪怪的，很痛，很不舒服，10分钟就到厕所报到一次，因为痛得实在太厉害了，赶快怎样？找医生。医生检查之后回答，你是食物中毒。我在回想这个好久以前了，已经30多年前了，应该是我热的也吃，冷的也吃，海鲜也吃，什么都吃，生的吃，熟的吃那样，所以食物中毒。医生说你食物中毒吩咐我要赶快吃药，如果1包没效，要吃几包？2包。感谢主，因为我有信任医生的吩咐，一次就吃2包药。因为我知道我那时候真的非常痛，所以我真的一次就吃2包药，隔天马上就好很多了。同样的道理，今天全能的大医生主耶稣吩咐我们，当你遇到苦难忧愁的时候，要如何才可以化忧愁为喜的？就是你要100%信任神的吩咐。阿们。所以等一下主日礼拜后，刚刚第1堂礼拜我也有为他们祷告。如果你有任何的苦难忧愁压力，牧师愿意为你按手祷告。我确信爱你的阿爸父神必定看顾你，医治你，祝福你平安健康。刚才第1堂礼拜后，我有为他们按手祷告。如果你有需要的等一下礼拜后牧师愿意花时间为你做祝福祷告。
我确信爱你的阿爸父神必定赐给你喜乐平安。结论来说，有一位印度宣教师的见证让我很感动。在那个年代，麻风病人是很可怜的，是世人所讨厌的，但是他却全心全力去帮助他们。有一天，他感染到一种怪病，没有人可以判断是什么病，只好怎样送他回国。还是一样啊，回到他的国家之后检查，没有人知道是什么病因啊。后来他有一根手指头怎样麻痹了，脸呢也长斑，久久不退。医生才发现，原来他得什么病？什么病？来，你们各位医生，今天暂时当医生的哈，像这样的状况，他是得什么病？啊，麻风病。这位宣教师一听到医生的宣布，马上跪下去，痛哭流涕，对不对？因为得到这种病，当时的麻风病是怎样？是绝症哦，是绝症哦。我们台湾以前也有很多麻风病，麻风病院麻风病是在以前那个年代啦哈，麻风病是绝症。所以他一听到医生的宣布，不是痛哭流涕，他马上跪下去感谢上帝。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将一生跟他最关心的麻风病人一起生活了。你看有没有很感人？他没有因为他得到麻风病来伤心来痛苦，反而他说：哎呀，我跟你们同样都是麻风病人了，我感谢主，我赞美主。这是对神的信心，这是对神的一个信任。感谢主，透过这位感染麻风病的宣教师，化忧愁为喜乐的见证，在启示我们一个功课：上帝期待他的子民不要忧愁，这是有可能的。为什么我们可以不忧愁？今天福音告诉我们有3个原则，对不对？我们来复习一下。好，来，要结束了。第一，你要信任主是永活的神；第二，你要信任上帝的安排；第三，你要信任上帝的吩咐。我确信这3点正是神要帮助你化忧愁为喜乐的秘诀。我们低头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可以来敬拜服侍你，可以单单听神你对我们说话。主耶稣，谢谢你，当我们软弱、生病、不健康的时候，我们或许会信心跌倒，离开神。求主你饶恕我们，饶恕我们的小信，让我们这时候弟兄姐妹都用坚定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跟主说：主啊，你若肯就能够救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信任主你的安排，信任主你的吩咐，信任神你的预备。主啊，求你来带领我们。主，弟兄姐妹，在你的爱里面，我们的信心得着坚固，我们的身体得着健壮，我们的生命得着健康。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求你祝福带领我们这群弟兄姐妹，在你的爱里面得着建立。谢谢主，祝福我们因着信靠主，平安、喜乐、健康。恳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牧师美好的证道和见证勉励。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拣选，大家起立。你十字架的大能，重价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
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你十字架的大能，装甲赎回我灵魂。你恩典使我被拣选，叫我生命果子长存。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求主用我来赢得更多灵魂，坚固我，接近我，为神做你门徒。求主再牵我去传扬你的爱，以爱拥抱城市，建立合一教会，赐我信心宣告，在你凡事都能。哦，主，在你凡事都能。大家请坐。接下来，大家预备心，我们一起来奉献，请直线的同工上前来支线。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神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一生奉献，一生不悔改，一生爱你，跟随你。弟兄姐妹，请坐。请问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新朋友？没有哈。好，我们一起来报告。请打开周报。消息报告。第一个，本会消息。今天是圣经学院奉献主日，欢迎三角埔教会柯祖同牧师前来本会讲道。学院宗旨是以圣经培养信徒在职场为福音做见证，教育及信仰栽培事工、教牧的进修、校舍整建工程等等，请兄姐关心带到，奉献支持。第二个，9月14日晚上6点半，我们要举行敬拜赞美培训会。
敬拜是由李芳月姐妹、司琴洪慧文老师、主理夏俊宏长老，主题是音控与和声同工之间的配搭。本会敬拜赞美团成员请务必出席。第三，街舞班第3期招生，每周六下午4点到5点半，本期有5堂1000元。如果你要试上第1堂，着收200元。师资是由淡江大学热舞社，然后我们只招收国小以上到55岁以下，55岁以上，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对街舞有兴趣的人哈，限额是15人，然后有达到6人我们就开课。报名请假卢红瑜，或者是扫描海报，在1楼有海报 QR code。第4，本会信德奖学金的申请，申请的学生聚会出席率要达2/3以上，然后9月1号到29号申请填写申请书，缴交成绩单。成绩单要减负的是要载明实际分数的成绩证明书的，这个要另外向学校申请。第5，各单位请于9月29日之前完成明年度的同工选举，并将名单以书面送交办公室。第6，每周3晚上8点，我们有读经祷告会，现在是由龙真长老主理哈，欢迎大家踊跃参加。第7，会计报告，8月份收入357615元，支出205146元，结余152469元。消息团契消息，今天台语礼拜结束后，我们在1楼同心团契有举行年度同工选举。再来肢体相通，请大家一同为这上面所列的提名代祷，关心我们的弟兄姐妹，谢谢大家。接下来我们一同来吟散会的诗，圣诗400首，愿主的爱与你同在，请起立，吟全首。我们仍然站立，来接受神的祝福。主耶稣，感谢你的爱，在主你得胜复活的日子，主你将化忧愁为喜乐这样宝贵的福音来赐福给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相通、健康、喜乐、平安，与弟兄姐妹同在，更与泸州教会的复兴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聚会
到此结束散会，愿上帝祝福大家。